如果你想要部車嘅話呢，你就可以去車行度買啦。如果你想要部巴士嘅話呢，咁我諗都幾難下啦。不如你要部細啲嘅 size 啦。咁我當然梗係講緊模型啦。咁不如我介紹下啲模型店俾你，咁你自己去睇下啦。今次介紹嘅模型店第一間就位於香港島。香港島咁大，邊度有啊？真係唔講你唔知啊！喺西灣河就有一間噶啦。哇，仲係好專門嗰隻添噃。嗱，呢間巴士世界就喺海利街，出地鐵站行3分鐘就到噶啦。不過佢縮咗入橫街呢，所以你如果唔係預先問下朋友或者睇下地圖嘅話，真係唔知點揾嘅。難就難揾啲，但係你一入到去呢，就會覺得哇，值回票價，因為裏面發售嘅巴士產品呢，真係好多元化嘅。不過你即使未入去嘅話，門口嘅陳列窗呢，都已經放滿咗各式各樣嘅巴士模型，睇都夠晒你睇啦。呢間鋪頭嘅特色呢，就係各款巴士模型啊、巴士相片，甚至係真實嘅巴士配件都有嘅。地方只係102尺咁樣，但係就將所有巴士咧擺得密密麻麻，細細嘅空間就放滿大大嘅理想啦。其實呢間鋪頭嘅老闆係一位澳洲人，佢喺大學嗰度教書嘅，當然係香港啦。嗱，仲有佢係一個超級巴士迷嚟嘅，仲係我哋巴士迷俱樂部嘅擁躉添，所以佢收藏同埋發售嘅產品款式咧都係比人哋多嘅，皆因佢係超級巴士迷啊嘛。舊時係靠打電話嚟通知人哋嚟買車，而家做網就快啲，係啊，慳好多功夫，冇咁辛苦，打電話打到真係聲沙力竭。嗱，呢張大嘅木台咧就放滿咗一批全新推出嘅巴士模型，方便客人選購嘅。喂，大家有冇留意到呢？台後邊有一個好大嘅玻璃櫃喎，睇真啲，裏面除咗有啲嘅模型之外，仲擺放咗一個係似曾相識嘅嘢噃。呢個咩嘢嚟噶？原來係一個由卡板所做嘅中巴柴灣車廠嘅模型，裏面呢仲放置咗唔少嘅中巴模型巴士添嘅，仲有一部洗車機噃。睇下，當你用神呢望住呢一個嘅巴士模型廠呢，腦海呢就會湧現昔日中巴嘅光輝歲月嘅印象啦。幸好呢個柴灣廠房呢仲尚在，大家得閒呢都可以去睇下望下咁嘅。而呢一個用風波做嘅模型呢，美中不足嘅地方就係欠缺一啲嘅護脊啦。另一間模型店呢，就位於九龍區嘅 Gordon Collectibles， 顧名思義，當然係 Gordon 嘅收藏世界啦。櫥窗呢，同樣係放滿咗各式各樣嘅巴士模型，而呢一間鋪頭呢，仲有火車模型賣添嘅，中意火車嘅朋友唔好錯過咯噃。嗱，店主呢，仲特地為我哋介紹咗佢認為好特別嘅2部巴士模型添。咁應該係我前面呢3隻啦嚇，因為而家呢3隻起初佢做咧係比較即係簡單啦，同埋即係冇話真係好detail 去做嗰架車，純粹去當，我覺得佢應該係開始係當一個玩具咁去做嘅啫。
咁後期到啲巴士迷開始中意咗，同埋有啲香港巴士出，咁變咗啲客嘅要求高咗，變咗生產商嗰邊咧，亦都係會即係一路提高佢個水準啊，咁啊會研究架車個內籠啊，或者其他各方面啊，盡量做到同真車一樣，所以變咗出咗而家就有1比76嗰個比例，因為1比76個比例咧就係、可能即係大家嗰個接受啊、大細啊會比較準成啲，同埋做出嚟會精細啲啊，個巴士嘅味道嘅感覺亦都比較重啲，所以變咗而家後期嗰啲全部都係1比76。咁其實佢譬如哥治呢間廠咁啦，佢開始做亦都唔係做香港巴士為主嘅，係做翻英國嗰啲巴士為主嘅，係喺應該係96、97嗰段時間啦，先至開始香港巴士先至叫做開始行嚇，開始有第一架嘅九巴嘅101啊嚇，咁嗰架亦都係而家都係落咗啲價嚇，但係之前係都係幾貴下嘅一架車嚇。呢架咧就而家個市值都相當啦，應該係2000零蚊。如果有啲巴士迷友去其他啲鋪頭去睇嘅話咧，應該都知道嗰個價錢。咁係唯獨呢架舊巴咧就比較平少少，就而家應該個市值應該係600幾蚊。咁其實同之前嗰個賣價都已經成5、6倍上去啦，個價錢嚇。咁點解我而家呢度有3架咧？其實我之前都冇㗎。係啲巴士迷倒翻轉頭國外讓俾我，但係個價錢係令我即係好接受咯嚇，所以我一次過就同佢攞咗3部啦。呢度啊，仲有外國嘅巴士模型添嘅，所以睇下，數下，哇，真係幾多模型嘅收藏品噃！呢2間模型店咧都係香港別具特色嘅模型專門店嚟嘅，2位老闆都係超級巴士迷嚟嘅，大家有機會見到佢哋，不妨交流下巴士心得咯噃。